歡迎大家收睇今集嘅樓市新觀點啊！咁啊，今日咧我繼續請嚟兩位嘉賓同我講一啲樓市嘅熱話㗎。介紹咗兩位嘉賓先啦，有第一集團董事 Angela 魏心怡啦 ，Hello， 係啦，同埋有美聯物業營業董事曾慶星阿的嘅，的你好 ，Hello， 兩位啊！嗱，今日咧我講嘅話題咧就係咩咧？就係香港新市區嘅發展啦。咁啊，其實咧即係香港咧，我哋成日都話啦，房屋就供不應求啦。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其實政府造地咧都幾難嘅。咁你見到咧，其實咧香港咧自70年代之後咧，即係政府都發展過唔少嘅新市鎮啦，但係似乎呢10幾年嚟咧都冇乜話好大型嘅新市鎮落成嘅。咁而家其實一個香港嘅新區發展嘅情況係點咧？今日咧就要揾兩位咧同我一齊咧傾下、探討下啦。咁啊，先同 Angela 嚟傾下先啦。其實咧我頭先講過咧，今日嘅題目咧就話香港新市區嘅發展啦，點樣為之一個新市區咧？咩係新市區咧？其實嗱，原本大家知道嘅市區啦，即係香港嘅中環灣仔啊，或者係九龍嘅旺角啊，咁樣就係市區地方啦。咁但係經歷咗即係咁多年嘅發展，其實佢已經即係到飽和㗎啦。咁啊，都大家逼逼疊疊啊咁樣啦。咁所以變咗就都需要有一啲新嘅市區出嚟。政府呢幾年我哋其實見到係起咗好多高速嘅公路啦，或者啲幹線啦，咁啊再加埋鐵路啦、完線啦。其實基本上呢個鐵路網絡咧係包攬晒成個香港㗎啦。以前我哋會覺得市區就係市區，然之後新界嘅地方或者其他嘅地方就係郊外咁樣樣，你可能要熬啊三個鐘頭巴士咁先至去得到。但係而家唔同啦，你有鐵路嘅話咧，基本上可能半個鐘頭就已經闊一聲咁啊嚟到市區。係啊，咁變咗你嗰個市區嘅感覺咧就發咗出去啊！即係以前你會覺得啊咁遠就係郊區啦咁但係而家你半個鐘頭去到，咁你又好難覺得嗰度係郊區咯喎。咁啊，所以我哋講而家有一個即係新嘅講法啦，就係話成個市區係擴闊咗嘅，咁就出現咗一啲新嘅市區啦。咁啊，有個新嘅市區好嘅，因為多咗啲地啦，咁亦都多咗即係可以起樓俾人住嘅地啦。咁啊，令到即係買嘢即係買樓嘅人、上車嘅人，亦都會多咗一啲選擇咯。我成日咧認住個即係概念啊，新市區咧就一定喺新界區嘅。究竟係咪咧？阿的係咪咁樣去定義嘅咧？其實新市區又唔一定喺新界區。係啊，咁啊點樣定義咧？其實喺九龍都好多新發展嘅新區係發展中，或者係去到尾聲都有啊。咁啊，例如果你講近排最大型嘅咧，就一定係啟德啦。啊，咁啊其次就係早期啲嘅，譬如你將軍澳啦。將軍澳南啦，或者依家其實仲有樓賣緊嘅日出康城啦，咁呢啲都係屬於係啲新區發展咁當然新界都有啦，新界都有啦，新界早期嘅咧可以睇到烏溪沙站啦，佢都有唔少嘅新嘅屋苑喺裏邊啦，咁如果你講近排計咧，就大埔白蛇角。咁亦都陸陸續續開始有啲新供應係會入伙。咁其實如果你講新嘅發展區咧，除咗我頭先講呢啲我哋叫做係中小型物業之外咧，其實豪宅都有嘅喎。豪宅都有豪宅嘅新發展區。咁啊，例如譬如沙田嘅九肚山麗平路啦，咁都屬於係一個全新嘅豪宅發展區。裏邊都有9個項目喺度，一路係興建中或者係準備入伙。聽咁講咧，即係其實咧一啲新區咧喺香港唔同嘅地方都有嘅，即係喺傳統嘅即係九龍區又有啦，新界區又有啦，又甚至啲豪宅區咧都有啲新區嘅出現嘅咁樣。咁啊，另外 Angela， 我想問啦，即係我哋始終要講就係話啲新區咧係其中一個最主要嘅作用咧，就係大家居住啊嘛，居住嘅環境啊嘛。其實呢啲新市區咧係啱啲咩？即係邊類型嘅人或者邊類型嘅家庭去居住嘅？其實嗱，市區就真係發展咗咁耐，住咗咁多人，都開始老化。咁你無論係話個建築物老化，同埋個家庭咧，其實都成長咗嘅。即係你以前可能住喺旺角嘅，就爸爸媽媽咁啊有小朋友。到咗呢20年啦，咁啊個爸爸媽媽都老咗，咁小朋友當然亦都變咗年青人啦。咁而家年青人可能都想出嚟做嘢嘅時候，就有自己嘅地方啦，有自己嘅安樂窩啦咁啊。咁又或者係結埋婚啦，有埋小朋友啦，咁啊更加會搬出嚟住，然之後希望有自己嘅一個空間，一個新嘅家庭啦。其實我哋見到係喺舊區入邊，喺舊嘅市區入邊，佢哋嗰啲家庭咧，慢慢其實會組織咗一啲分支家庭出嚟嘅，一個人嘅、2個人嘅、3個人嘅、4個人嘅。咁呢啲分支家庭咧，
其實就造就咗一啲嘅剛性需求，即係真係要揾地方住噶嘛咁佢哋其實可以喺呢啲新嘅市區度揀樓嘅，因為新嘅市區而家發展咗，其實嗰個交通運輸網絡配套都幾好啊，咁啊醫院又好，學校又好，其實都一條龍咁有晒啦，咁所以變咗一個家庭搬咗入去就可以有一個新嘅安樂窩啦。其實即係會覺得你呢個上車族。好多時我哋大家講上車係咩意思咧？就係你供樓係即係你買樓係俾咗個首期之後，其實仲要供樓噶嘛，咁要上車啊嘛咁你上咗車其實仲要供樓，咁你供樓咧大家年青人或者爸爸媽媽有個小朋友有個責任啦，咁就會希望可以有份工穩穩定定咁做嚟供樓啦咁樣。咁所以我會覺得佢除咗係喺新市區可以俾佢揀到上車盤之外咧，就都會考慮埋就係喺邊個新市區係方便佢自己翻工嘅，近到佢翻工嘅就更加好添。翻工呢一 part 咧，我哋稍後再講啦。但係都聽到 Angela 所講咧，就話咩咧？其實一啲新嘅市區咧，合適咩人去住咧？就可能本身你有一個原生家庭嘅，跟住長大咗啦，即係兩個小朋友長大咗啦，自己有自己嘅家室，咁跟住咧就分支去唔同嘅地方住啦。咁咧就有另一樣嘢咧，就想問阿的啦。咁其實咧，即係而家咧，譬如一啲嘅分支嘅家庭啦，搬入去一啲新市區嗰度居住啦，呢啲後生嘅家庭咧，其實好多可能啲小朋友咧都係需要即係可能係幾歲開始要諗讀書嘅啦嘛。係咪啲新市區咧啲校網咧特別吸引嗰啲咧，就會特別吸引到啲年輕家庭搬入去嘅咧？其實都係有邊啲嘅咧？嗱，舉例啟德嚇。因為啟德喺政府佢去規劃呢個新發展嘅區域嚟計嘅時候咧，佢係納入咗係34校網咁34校網係咩？係何文田校網。土瓜灣好搶手嘅喎。係34校網啦。咁我諗係傳統嘅名校網啦。咁裏邊都包括啲好出名嘅學校啦，喇沙協恩聖保。聖羅撒咁呢啲都係啲好出名嘅學校咁但係咧就喺啟德嚟講咧，可能未必個客嗰個 budget 咧係可以落得到去啟德咁我哋亦都見過有啲情況係點樣咧？我哋叫做以租養租有啲可能就係我買唔我 budget 可能喺呢度買唔到，我去第二度買完之後咧，我就將我自己個單位去租俾人。我然之後再自己出去出邊咧租翻啲我自己心儀嘅校網區去住，都會有啲咁嘅情況。咁即係都以租養租咧，我諗都係好多香港人咧，即係叫做將自己個生活階梯咧提升嘅一個方法啦。呢個都係。咁除咗校網之外咧，交通上即係搬入新區，因為交通係咪都即係比較重要考慮嘅一環咧？其實依家我哋見到幾個新區裏面咧都有鐵路。都有港鐵㗎啦，咁例如啟德啦，啱啱有講啦咁已經有條屯馬線啦，喺啱啱通車啦啟德站。咁早期發展嘅將軍澳啦，喺將軍澳南亦都有個將軍澳站現在仲發展中嘅康城區啦，亦都係有個康城站啦，咁你話新界喺呢個烏溪沙，咁佢亦都有個烏溪沙站咁其實黐住條鐵路咧，其實個交通都唔會差得去邊咁當然如果你講個新區發展喺早期嘅發展裏面咧，個交通網可能會係爭少少因為始終未有咁多人入去住啦咁但係我哋見到當一個新區陸陸續續開始多咗啲物業去入伙嘅時候，人多咗啦，咁自然咧其他嘅巴士網或者 van 仔網都會係會越嚟越豐富啦咁例如我哋見到白石角啦白石角依家開始陸陸續續係多咗啲新物業入伙啦。咁我哋依家見到其實佢哋啲巴士線路好或者 van 仔線路好都四通八達。其實搬入新區咧，係咪應該即係都要有一個心理準備咧？可能咧嗰個交通網絡咧，開頭都要忍受一下啦。但好似阿的咁所講啦，當你即係越嚟越多樓宇入伙，越嚟越多人入伙之後咧，嗰個交通網絡咧四通八達咧都值得嘅。雖然捱咗咁多年啦，但係你可能開頭嘅時候咧，你嘅價錢咧係相對優惠啲。咁你捱咗幾年之後，以時間去換取個價錢嘅優惠，我哋叫做開荒牛咯。係啦，開荒牛啦，係啦。咁有時都要換取一下嘅。
繼續翻到嚟第二部分嘅節目時間啦。頭先同阿的講咗咧，就關於咧喺新區嗰時候咧住新區咧個交通問題啦。係交通問題咧，我知 Angela 咧就好中意講呢樣嘢嘅。Angela 成日都強調咧就係話咩咧？咦，住邊區同翻工翻邊區呢個關係咧好大嘅喎。我知你好強調呢樣嘢嘅喎。係啊，其實即係我自己覺得啦，就住同埋翻工咧近係好重要嘅，因為你其實喂翻工即係要全副精神去做嘢啦，搏殺㗎嘛咁，但係你如果舟車勞頓都咁辛苦啦，咁仲邊有精神做嘢咧咁？但係呢個近咧就唔係一定真係同區喎。我哋而家頭先都講過啦，即係嗰個交通網絡其實好完善㗎啦嘛。鐵路亦都好快脆，好準時，好快脆。咁變咗最緊要係嗰個住嘅地方同埋你做嘢嘅地方個接軌係接得好。接軌咧就係例如舉個例子啊，咩叫接軌咧？就係例如你可能係住喺將軍澳、日出康城嘅，甚至係沙田嘅，咁你就做嘢嘅地方咧，其實可以係東九龍啊。觀塘又好，九龍灣又好，甚至話啱啱而家即係新區啦，啟德啦咁都好，咁都係好快脆嘅，鐵路好快啦，或者甚至巴士係啦，直駁咁樣過嚟都係好快。又或者好似你如果係住喺呢個元朗屯門新區嘅，咁屯門元朗新區你出3號幹線出去西九龍，無論係荃灣又好，葵涌又好，甚至係即係長沙灣都好，又係一程到㗎啦，好快脆。咁呢個就係我嘅近嘅意思。咁呢個就會係即係你做嘢嘅時候就會方便啦，返工近啲。因為我睇啦，就係以前大家講緊傳統個商業區，可能喺中環灣仔咁啊，咁大家返工就會聚埋去中環灣仔金鐘咁返工啦。咁但係而家嚟講，其實好多喺傳統商業區嘅生意咧，或者公司咧，佢哋都搬咗去其他區嘅，即係無論係幾年前嗰個即係安全嘅分措施啦，即係話分 team A team B 咁樣啊，有啲喺中環，有啲喺九龍灣，咁又或者係真係為咗個價錢啦，符合經濟效益啦，咁啊將啲後勤搬咗去荃灣葵涌咁樣樣。都有咁樣嘅形勢出咗嚟，咁我哋會見到其實好似一啲銀行啊，咁啊會搬咗佢哋嘅後勤去葵涌啊，或者荃灣啊咁。有啲保險公司啊，咁啊喺附近啦，九龍灣嘅或者呢個觀塘啊都有。咁我哋見到嘅係其實呢個已經係一個趨勢，已經成咗型㗎啦。咁變咗你如果係話我係住喺呢啲新區嘅，無論係啟德啊、屯門啊，或者係呢個沙田啊、將軍澳啊咁佢哋係到返工嘅時候，咁呢啲新區嘅都搬入去嘅人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人㗎嘛，有專才啊，有真係都打工㗎，大家都要。咁佢哋其實都係一班好有水準、好得力嘅助手幫手嚟嘅。咁佢哋都會諗一諗㗎。喂，我如果返工想近近地唔過海嘅話，咁可能我會揀喺九龍灣返工，喺葵涌荃灣返工嘅喎。咁啊，呢個都會係一個新嘅趨勢啦。即係我個人咧，其實好同意 Angela 嗰個睇法，即係返工作咧，同埋你住嘅地方關係啦，唔一定要話你喺嗰區工作住喺嗰區嘅，但係咧個交通網絡一定要咧係即係完善同埋好啦。譬如我啲朋友都係㗎，佢哋喺港島區返工嘅，住元朗，其實好方便嘅。佢真係咧一上架巴士度，跟住咁就直上就行西隧，咁就一下就過到海㗎啦。佢哋反而最重視係咩咧？最重視咧係本身嗰個嘅生活環境、居住環境。譬如本身個屋苑會所靚唔靚啦，配套係點啦，周遭有冇啲即係設施啦咁樣。阿的有冇遇過啲客咧？其實都係有類似咁樣嘅咧。一啲新一代嘅家庭，其實佢哋好追求生活質素嘅，所以去搬入新區。絕對係嚇，因為一個新區發展，即係所謂新區發展，咁裏邊啲嘢全部都係新嘅，咁先至係一個新區發展。咁啊，環境嚟講，如果你同啲舊區比係有一段距離啊。事實佢所有嘢都係新發展落去啊。咁啊包括啲新區其實主要係新樓為主嘅啊。咁所以大部分都係有會所啊，有會所。咁啊，尤其是可能有啲大型發展商啲會所啊，再靚啲咁樣啊嚇。咁喺啲舊區嚟講咧，普遍嗰個會所個會所設施相對就會少啲啦。啊，即係以前啲舊樓你知就唔係咁興啲會所啊，可能一個好大型嘅屋苑都係得一個泳池咁樣啊。咁相對啲新區發展，如果你係追求嗰個生活質素的話咧，就一定係新區會係比較好啲咯。
嗱，通常咧買樓咧主要係得兩個目的嘅啫，一係就自住啦，一係咧就係投資啦。其實咧即係如果自住同投資嚟講咧，揀嘅區份係咪又真係唔同嘅咧？即係揀譬如自住係應該即係以你哋嘅經驗啦，自住係揀新區好啊，定係揀一啲即係發展成熟區份咧？投資又應該係點樣咧？係咪真係唔同嘅呢兩樣嘢？自住同投資其實就完全兩個睇法嚟㗎啦。自住咧就好睇你自己個人需求啊，咁啊先係要睇你要個間隔啦。咁啊學阿 Angela 話齋頭先，我哋都要睇埋個翻工啊嘛。啊，即係我都要就翻我自己翻工，唔好太遠啦嚇。咁啊，交通可以去到我翻工個位置啦嚇。咁但係如果你講投資咧，呢啲我唔使睇噶咯喎。啊，我純粹可能係會睇個地區發展潛力啊，或者係個租金回報。咁可能最重要就係最重點就係我買入去個價錢嗰個位靚唔靚啦啊。咁去考慮呢啲咁嘅因素啦。咁如果投資角度計咧，我哋 prefer 係會買啲藍籌屋苑會相對好啲啊，因為藍籌屋苑嗰個 resale 能力會高啲啊，個轉流會多啲，咁你將來賣嘅時間咧，亦都係會易啲啊。咁如果你投資計，另外一個諗法就可能都係會考慮啲中小型為主多啲啊，因為個收租回報會比啲大單位相對好啲嘅，係。Angela 都投資經驗豐富喎，係啦，即係你自住咧，會唔會係真係即係揀個地方自己真係中意住嘅地方嘅？就係如果係投資嘅時候咧，真係淨係睇嗰個回報嘅啫，就中唔中意住都唔緊要啊，因為都係租俾人噶嘛。其實你話自住咧，就梗係真係配合自己嘅需要啦。即係你無論係話個尺寸又好、尺數又好，嗰個位置又好，再加埋近唔近你公司翻工做嘢又好，咁呢個就會係即係自住入邊嘅考慮嚟㗎啦。咁你投資其實阿的頭先講得幾好嘅，就係你投資你唔一定係要自己住嗰棟樓嚟做投資嘅，你可以係去買一個值得投資嘅區域啊，然之後我嚟做投資，跟住攞個租嚟即係俾自己去，好多人咁做，係啦，俾自己去租一個你自己想住嘅地方，咁呢個都係一個方法嚟嘅，我會覺得。我諗咧好多咧，即係睇緊我哋呢一集節目嘅觀眾咧，都係我哋講嘅新生嘅家庭啦，都係有興趣咧喺啲新區咧可能買樓自住啦。都想問下的咧，即係其實如果而家我哋講喺新市區嗰度買樓咧，要預幾多 budget 咧？因為頭先講新市區爭好遠嘅喎，嗱啟德又係新區，啊荃灣某啲位又係新區，白石又新區，啲 budget 上係咪唔同嘅預算計法咧？新區當然都會有分唔同區域，有佢唔同嘅價錢啦。咁啊如果新界區嘅新發展區嗰個價錢可能會係相宜啲啦，啊咁啊出翻九龍就可能會係高翻少少咁樣啦，啊咁一般依家啲新區其實發展商佢個開積都好豐富㗎個 flat mix 啊，好多都係studio 有啦，一路去到一房、兩房半啊。咁啊細三房啊、大三房啊，咁樣都有嘅，啊咁樣都有。咁如果你講budget嚟講咧，你買最細單位計咧，你預算大概係500萬到700萬左右啦，就可能會係買到啲 studio 同一房嘅單位啦，嘅一房單位。咁可能大概去到800零萬左右會買到啲兩房單位啦，兩房單位。咁如果你要買兩房咧，出九龍咧喺啟德咧就可能會貴翻啲啦，可能要1000多少少咁上下。我成日咧都好中意咧問我哋啲樓市嘉賓呢個問題嘅，就係咧點樣咧因應你個 budget 咧選擇你咧買樓或者置業嘅區份。啊，如果好似頭先阿的咁講啦，即係我當真係我個 budget 上而家可以有900零1000萬嘅，其實你喺一個新嘅新區，譬如馬鞍山嗰啲位，可能可以買多間3房嘅喎。但係你要衝出九龍嘅話，譬如講緊頭先啟德，可能得2房嘅啫喎。究竟個選擇上係點咧？住大啲，生活環境好啲，梗係好啦。但係有好似啟德，有好似個升值潛力又好似高啲咁樣嘅喎。其實好睇你個人個要求嘅都係，睇你個家庭成員啦。如果我係2個人嘅咁，我未必需要3房，我可能1房2房都得嘅。咁當然選擇啟德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我本身係2公婆，我有小朋友，有好多通常都係我有個小朋友，我仲有個工人添。咁呢啲咁嘅組合咧，你係必須要3房。必須要3房，咁你可能真係要入去新界區啲新區去揀，就會比較多啲選擇。咁但係其實依家新界區出翻嚟市區，其實都方便咗好多，因為自從通咗個我哋叫做屯馬線啦，咁其實喺馬鞍山出去啟德
唔使轉車，好似都係20分鐘差唔多。係啊，10零20分鐘都已經到，咁其實都係好方便。咁如果你純投資角度計嘅，你話我要個區將來多啲發展嘅咁現階段睇係計得會多啲。都係交通嗰部分非常重要，因為我住馬鞍山嘅，自從屯馬線有咗之後咧，真係咧開心咗去觀塘快咗好多。係啊，Angela 點睇咧？我睇都係就住嘅地方同工作嘅地方就最緊要係近嚇方便，因為其實而家乜嘢都好快嘅，即係以前我哋仲做嘢嘅時候等 fax， 而家一個 WhatsApp 已經叫你做嘢，時間實在唔夠嘅，24小時都唔夠。咁如果你話住得近嘅話，咁當然你就可以慳翻啲交通運輸嘅時間啦，亦都慳翻個舟車勞頓個辛苦啦。咁喺呢個時間慳咗咧，你就可以用翻嗰啲時間落自己度啦，可以讀書又好，陪下屋企人又好。咁呢個其實都係叫做work-life balance，即係大家工作同埋生活攞個平衡好重要嘅一個因素嚟嘅。咁所以我會覺得大家做嘢都係好努力咁做嘢，都係希望改善自己嘅生活啦。咁喺改善嘅生活嘅時候，同一時間你揀嗰個地方，揀邊度買樓，咁就近翻自己翻工，又慳時間，又可以免咗舟車勞頓咧。呢個我會覺得係幾好嘅選擇。